如果你識中文嘅話咧，傍到一個我哋中國嘅大款咧，分分鐘咧你就財富自由㗎啦。喂，究竟去越南玩呢？使唔使識講英文或者識講越南文呢？嗱，南哥咧講真嗰句，去咗10幾年啦，英文水平一般般，越南文水平都係一般般。但係喺越南嘅生存咧，絕對咧係唔成問題嘅。因為點解呢？首先第一樣嘢啦，越南咧做開旅遊業嘅話咧，基本上咧英文、中文佢都係非常之 OK 嘅。所有酒店嘅從業員啦，都會基本咧識少少嗰個中文嘅。英文當然啦，佢亦都會比中國嘅水平要好。因為大多數咧都係服務我哋中國遊客，而且好重要一樣嘢啦。如果你識中文嘅話咧，傍到一個我哋中國嘅大款咧，分分鐘咧你就財富自由㗎啦。當然啦，你最緊要咧，亦都係裝翻一款國際通用嘅翻譯軟件啦。有我哋騰訊嘅翻譯軟件啊，或者係 Google 嘅翻譯軟件，會幫到大家咧好多嘢嘅。同埋出發之前咧，記住啊，南哥教大家幾個越南文，兇一兇個司機，保證咧佢唔敢咧兜遠路嘅。一上車咧就一定要講聲先交啊，唔係性交嚇，先交啊，跟住讀嚇。第二樣嘢，跟住同個司機講啲橙直行咁樣，講兩句越南文，兇住佢咧，保證佢唔敢兜路啊！想學更多越南文嘅話咧，評論區相信好多人可以答到你。